岁啊！那车上还有婴儿呢，也要被砍头。他们可是前明的余孽，口口声声要光复大明，这都是特等的大罪，是要诛九族的。当今皇上这么残暴，诛九族，怪不得这些人要光复大明。哎，你们说那暴君是不是长得青面獠牙，极其恐怖啊？那个时候，奴婢万万没有想到，那个老成大器的少年，就是当今的皇上。可那个时候的皇上对鳌拜动不动就诛人九族的暴行亦是十分不满。可为何如今，皇上也要动不动就诛人九族呢？你怎么能拿这个跟鳌拜比呢？鳌拜杀的那些犯人有多冤枉？刘德昭难道也冤枉吗？杀刘德昭不冤，可是刘氏一族也有毫不知情的老人跟妇人，还有正在吃奶的婴儿啊，他们何罪之有？皇上，奴婢并非恃宠而骄，也没有干政的野心，奴婢只是不想看着皇上的刑罚变得如此严苛。如果说奴婢矫诏冒犯了龙威，那当时在山西呢，皇上冒险抢劫官银官粮的时候，难道也是有意挑衅皇权吗？皇上还不是出于一点点人心，怕更多的无辜老百姓饿死吗？你少在这花言巧语。朕今日虽然不杀你，但是必须要罚你，要不然指不定日后你还会闯下什么了不得的大祸。来人啊！奴才在。李欢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把他拖下去，重打40大板。皇上，世淑姑娘好不容易才九死一生逃了回来，她的脚伤刚刚好。世淑姑娘身子弱，这40大板她可经受不起啊！求皇上开恩，饶了世淑姑娘吧。老东西，这会儿你知道求情了？你会错圣意了，还不快去！这……慢着！皇上，您还有何吩咐？不用把人拖到掌心太监那儿，让人把板子拿到永乐斋来。这……皇上，你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啊？要不然呢？那日奴婢不知天高地厚的打了皇上一巴掌，太皇太后要罚奴婢手板，当时还是皇上跟奴婢一起作弊，逃过了惩罚。难道今天皇上真的要惩罚奴婢吗？朕上一次就不应该帮你，你若是受过一次罚，只怕就会懂得收敛，也不会犯下今日这等大罪。好，只要能让皇上出气，奴婢愿意受罚。奴婢谢皇上隆恩。你们都下去吧，这要亲自罚。这……皇上，你真的要打奴婢啊？不然呢？这一次要是再不罚你的话，你都要上房揭瓦了。君无戏言，这是你自己说过的。过来，趴下。好吧，不就挨几下板子吗？打就打。
皇上，要不然咱俩商量一下呗？您高高举起，轻轻放下，假打行吗？你刚才那个死猪不怕开水烫的英雄气概哪儿去了？不如啊，你给朕认个错，跟朕重新续个大小，让朕做老大，你做小弟，那朕就饶了你。不行，我从小都是老小，好不容易捞个老大当，士可杀不可辱。打吧。行，那你就好好忍着，别鬼哭狼嚎的啊！绝对不出一声。我真打了！我说呢，平日里你蹭破点皮就哼哼唧唧的，今天像换了个人似的。原来有这个东西！还给我！还给我！什么东西？大清哪条律法规定了，奴才被打的时候，屁股里就不能垫垫子？还给我！你趴下，板子还没打呢。皇上，您难道真的要打奴婢40大板吗？皇上，您看您这板子这么大，你要是真在我屁股上打，那我屁股不得开花了？能不能打个折呀？半折、对折，20下。不行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那要不然就4折15下。你的算术先生是被你活活气死的吧？4折16。皇上英明，16下，那我们就决定了，就打我16下。谢谢皇上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你还想给朕下套啊？我告诉你，40大板一下都少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又怎么了？您看是这样的，如果硬打我40大板都打在屁股上，我是个女孩啊，半个月都起不来，走路一瘸一拐的，多难看。要不然换个地方打。也是，真把你屁股打坏了，你这半个月下不了床，朕这儿也没人伺候。行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开恩。这个屁股打不了，手总打得了吧？把手伸出来。皇上你干嘛呀？又要打我呀？行了，别废话，把手伸出来。我不。右手要做事，左手，快！疼死我了！你可是真英雄啊，这声音都传到紫禁城外面去了。奴婢是假英雄，真怂包。如果皇上行的话，你试试，你不叫我就服你。这个时候你还敢跟朕顶嘴？之前皇上说刘德昭是世界上最坏的男人，我看皇上还不如他呢。刘德昭虽然欺上瞒下、贪赃枉法，但他对自己的女人从来不打，他对他女人很好的。你又不是朕的女人，为什么这样护着你？还是说，你愿意做朕的女人？说呀，说你愿意做朕的女人。皇上还是继续打吧，奴婢绝对不出一声。要哭就哭出来，别憋着，装什么英雄？奴婢不想装英雄，奴婢只是装不了皇上的女人。皇上，您这是不打了呀，还是改日再打呀？把手伸出来，给朕看看。怎么这么娇气？
才打了几下就变成这个样子。换做你试试，也疼。老大，不是朕想打你，朕如果这次不罚你的话，朕怕你将来越来越无法无天，真要做出什么事情，连朕都保不了你的时候，那朕就真的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可能这次真的是打中了。都疼死了。好了，老大，别哭了，你哭起来的样子真是丑极了。还丑呢，我现在连脸都没有了。你把我手打成这么肿，我以后怎么见人啊？你赔我，你赔我！好了好了，打几下手也哭，这个世上只有你一个人会把朕的龙袍当抹布。行了，别哭了，你还真赖上朕了。打了人就想跑啊？去给你拿药啊。把手伸出来。还疼吗，老大？你这样看着我干什么？我看你长得丑。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好疼啊！老大就是打了几下手板，朕的心里有数，别撒娇了啊！不是手疼，是头好疼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！